20幾萬市民北上歡度聖誕節，亦都有唔少市民到迪士尼樂園玩。樂園話今日嘅門票已經全部賣晒，係開幕以嚟嘅第3次，玩部分機動遊戲要排隊1個鐘頭。趙海珠去睇過。聖誕日嘅迪士尼擠滿咗嚟感受歡樂氣氛嘅人。一踏入美國小鎮大街，除咗見到60米高嘅聖誕樹之外，其餘嘅都係人龍。同卡通人物合照要排隊。明日世界內各種機動遊戲更加係逼滿人。除咗較受歡迎嘅巴斯光年同飛越太空山要排1個鐘之外，連平日較少人玩嘅太空飛碟亦都要排40分鐘。餐廳食肆亦都滿座。有市民話經濟好轉，願意花多一啲。生活又好咗啦，人工又高咗啦，咁啊消費可以大啲啦，啱嘛？有點大啊？點大？預算入嚟使3、4千蚊冇問題啦。即係會去周圍玩下咯，但係今年加息加咗幾次都要慳。樂園亦都有外國遊客嚟感受歡樂氣氛。We can enjoy here. You can see very beautiful scenery. 迪士尼話聖誕節嘅門票已經全部賣晒，係開幕以嚟嘅第3次。但係樂園就唔肯透露實際嘅入場人數。無線電視記者趙海珠報導。大批市民離開香港過聖誕，截至晏晝5點，有超過27萬人次經水陸口岸離境，其中經羅湖到內地嘅就有近15萬人次。蘇敬恒喺深圳報導。一浪接一浪嘅人潮經羅湖到深圳，過兩邊海關要大約20分鐘。捨棄迪士尼樂園，到深圳嘅主題公園歡樂谷玩，只要350蚊就可以一次過滿足1家3口嘅願望。主要上嚟都係即係 relax 下咯，帶細路仔出嚟玩咯。因為小朋友帶佢去歡樂谷玩啊，迪士尼就可以遲啲去咯。除咗食飯行街，喺深圳享受天倫樂，仲有另類選擇，就係大人細路一齊去鬆一鬆。咁平時孭書包係行路翻㗎嘛，咁都要成3個字啦，咁就好重嘅。咁嚟到之後呢，就按得好舒服咯，咁啲疲勞冇晒咯。喺羅湖嘅呢一間按摩中心，超過90%嘅顧客都係嚟自香港，價錢只係香港嘅1/4左右。咁但係即使有大型聖誕樹營造氣氛，有喺商場嘅零售鋪頭老闆就大嘆生意難做。其他嗰啲玩嗰啲啊、飲食嗰啲啊就比較多啲咯。而家基本上買嘢呢都就係香港人比較少嘅而家。有喺羅湖嘅商戶就話：雖然嚟深圳消費嘅香港人比以往少，但係就期望聖誕節長假期可以刺激人流，令到佢哋嘅生意增加1至2成。無線電視記者蘇敬恒喺深圳報道。